香港民主派47个人的案件，11月19公布判决，上重判90年。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到今判决人数上济一届。国际社会对这届审判拢强烈谴责。台湾有真侪民主团体咧，是希望台湾人爱珍惜民主自由，同齐呼吁香港政府停止对民主派人士无公平审判。民主自由本无罪，一国两制是谎言。香港在台人士，阁有超过10个民间团体做伙激动发口号，呼吁香港政府爱释放伫11月19香港47人案封判罪的45位民主派人士。因表示，香港47人案的民主派人士面临未胜审判，而且伫审判进程已经互人关3年8个月，无符合司法程序。也若这届审判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到今判决人数上介济的一届。透过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，跟世界去说明，其实我们3个人一直以来都没有像中国所说的我们都是非常相信中国的。那接下来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香港以及声援香港。伫台湾的香港人表示，希望透过台湾民主的力量，做伙为香港的民主发声。台湾的民团也表示，这届的审判根本就无遵守香港50年不变一国两制的约定，这个一届证明一国两制是一场骗局。港府暗示，如果上诉，刑期会更长更久。他们说，寻求对47案被告更长的刑期。我想这是对民主、对政治最大的扼杀。另外，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也强调，希望台湾人、台湾青年爱珍惜台湾的自由民主，给予香港的民主运动者更较侪支持。香港的现状提醒我们，民主的稳固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。那面对来自威权体制的挑战，台湾不仅应该守护自身的自由，也应该透过多边的合作，为全球民主运动者提供支持。伫现场也有民间团体形容，这届审判就哪像香港的美丽岛事件。这款判决代表香港的法治已经无存在，敢若剩中国的威胁甲迫害。这毋但是一个司法案件，嘛是对民主自由价值真大的打击。台湾人应该爱甲香港人徛做伙，呼吁香港政府撤回对香港民主运动人士的审判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